怎么样？还不错听吗？我觉得还蛮有层次的啊，还不错。这只是 demo 哦。做完记得给我听哎。好啊。哎，这耳机哪里买的？我觉得音质很不错哎。我存很久才买到哎。你会开始做音乐是因为你的兴趣，还是因为你爸爸？我会这么喜欢音乐，是因为小时候我爸常常弹吉他给我们听。虽然他现在离开了，但音乐一直还在啊，所以我才会这么喜欢做音乐。这雨伞不也有一把？你也有同一把？印象中我也有一把一模一样的。不对啊，怎么会有人在房间里面放伞？就我啊，那伞。哎，你还想不想听别首歌？嗯，好啊好啊。我来找一下。那把雨伞对我来说很重要哎。你知道送我那把雨伞的人就是你吗？叶广，叶广。